九州太宰府 Starbucks。大家好啊，係繼上一集介紹過嘅梅枝餅店安武總店，去天滿公路上附近就有建築大師魏延吳設計作品，冇錯，又係佢啊！唔知佢會唔會有機會去香港設計建築呢？今次估佢唔到，用木建構配合上建築數字化建築實踐，即係參數化設計同模組化設計。呢類型嘅參數化設計喺最近20年喺國內同國外都大行其道，喺香港仍然停留喺理論性同實驗性為主，或者小型室內設計為主。而家政府所講嘅 MIC 模組化興建住宅項目，其實早於70年代日本同英國已經提出概念及產物，一如既往入口一定係產品展示區，之後直入盡頭就係人造日式園景。室內設計方面，大師採用咗2000條木條重複交織，而營造出一點透視嘅放射性嘅效果。天地牆形成咗一致性嘅氛圍，而自然陽光不經意咁透過天花嘅窗同埋走廊盡頭嘅園景滲透出嚟，大大減少咗人造照明設備。由於空間狹窄，細長天花位置唔高，所以天花同牆壁使用咗吸音同埋阻燃物料。看似複雜嘅木結構，其實全部都係由同一模組交織出嚟。為咗安全起見，喺木條嘅兩端安咗防撞膠，呢個可能係設計安全上一重要因素。而香港建築及飲食出牌條例方面，相對比日本嚴格。以上咁多集嘅節目都係純屬個人見解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大家可以去我哋呢3個網上平台睇下我哋更多作品。喜歡呢條短片嘅話，可以俾翻個 like 同埋 follow 鼓勵下我哋啦。